你最少你得给我生10个，哎，我看你到底能生几个丫头片子。哎，厂长，明天我来接您吧。好，厂长，您网兜落车上了。爸，回来了，给我。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啊！爸爸辛苦啦！不辛苦。哎，都坐下啊！苹果真好吃。去，给你份。这苹果谁给的呀？哇，大连的老刘来办事给捎来的，说是瓦房店的苹果，又脆又甜，切开半天都不变色儿。可惜开会的时候叫何大壮碰上了，生生的给弄去了一半。嗨，要么说呢，这老刘就给这么几个苹果，东北人也没这么抠门，是不是？你们可是听好了啊，这个苹果呀是专门给妈妈的，啊，你妈妈很辛苦啊，应该奖励她。咱们让妈妈再给你们添个小弟弟，好不好？二姐，那苹果真棒哎，看着就好吃。三姐，你说我能去拿一个吗？一会儿妈发善心，分给咱们一人一个。我数过了，网肚里一共有6个苹果，刚才被哥哥偷走了一个，还剩5个，加上爸爸妈妈，一共有8个人，怎么分呀？谁也别想了，爸爸不是说了吗？那些苹果是奖励给妈妈的，咱们谁也吃不上。妈不会一个人独闷的。小妹，你就不想吃苹果吗？四姐，我想吃，但我不敢去要。小妹，来过来。我帮你出个主意，你就能拿到，不过你得分我一半。那好吧。二姐，你自私。那我就分你一半的一半。喂，那我呢？那就没辙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拿2个，咱们4个不就够分的了吗？对呀，那就去偷2个。小妹，这一任务交给你了，看你对姐姐们是不是忠心。三姐，我不敢。笨蛋！哎，二姐，你倒是快说说你的办法呀！我的办法呀，跟你的一样。得，那谁都别吃了，写作业吧。那哥哥怎么就敢偷？你要是男孩，你也敢，并且让妈发现了也没事儿，知道了吧？出去。给我吃一口行吗？想吃啊？好，你等着啊。是拿一把。哼，爱吃不吃？干嘛？想吃啊？那跟小妹去分啊。我要拿回去也只能吃一半的一半。为什么？二姐、三姐都想吃。你们都叫我一声大姐，今天呀，我就豁出去了啊！这下该叫我了吧？这13级可是个坎儿啊！13级就是高干了，待遇可不一样啊。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可遇不可求的事情，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啊，我挺知足的。是不是老李搞的鬼啊？没那么复杂。我说咱们还是去医院生吧。我可不去。医院一个床位费就30块钱，那是咱一家人的生活费。这安全生产，质量第一啊！你是不是担心生儿子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再生丫头，你可别怨我。大柱，
什么丫头丫头的？要是真生个丫头，也是你这张嘴给放的。啊，我觉着不像丫头。你想想啊，勤快小子，懒丫头。我这几天可勤快了，特别爱干活，跟生素处素小一点都不一样。妈，哎，妈，给你洗了个苹果。傻老大。哎，你再拿2个苹果，一个给素觉，另一个给那俩小的，一人切1半。我都给了。那你还戳着这干嘛？快洗碗去，把张妈给请过来。妈，我又多给了一个，给她2姐和3姐一人1半。哎，你个傻老大，你就想在这个家说了算是不是？现在还学会先斩后奏了你？哎，一个苹果吃了就吃了。就是。我问你老大啊，你妈妈最近是不是很勤快呀？啊？我问你呢。哎呀，勤快什么呀？我妈是一会儿睡一觉，一会儿睡一觉，她一天吧能睡7、8觉，我还就纳闷呢。你说我妈怎么那么懒，怎么就睡不醒呢？滚出去！满嘴跑舌头，胡说八道的你！妈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出去！傻了吧唧！你看看，露馅了不是啊？还勤快呢，天生就是个生丫头的命。那素觉不是我生的呀？啊，我怎么就是生丫头的命啊？再说这孩子还没出生呢，谁知道是男的女的呀？反正我不管，你最少你得给我生10个。哎，我看你到底能生几个丫头片子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闻啼鸟，真好吃。小妹，给4姐吃一口。我不，给我吃。我不。哎呀，你也太不像话了吧！你吃完自己了还要妹妹的。要不是我要来的，那你也吃不上。要不是我给你想的主意，那你还吃不上呢。反正就是不公平，男的吃1个，女的吃半拉。干什么呢？我喜欢看我爸读书，怎么了？你爸读书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？你爸通共拿来6个苹果，给他们分了仨，我吃1个，应该剩2个呀。哦，那个呢？妈，你明儿就要生了，不就不用吃了吗？哎，这月子吃苹果，小心把牙给吃坏了。您不是说吗？月子的病就得月子里治，万一把牙吃坏了，回头您还得再生一个妹妹，才能治好您的病啊！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不找揍！别，妈给我，别动了您的胎气啊！吵什么呀？歇会儿不好吗？你瞅瞅你这闺女啊，现在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她偷吃苹果，她就偷吃吧，她还死不承认。现在学会撒谎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她该打不该打？春儿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苹果是留给你妈的呀。反正我没吃。好，你还嘴硬是不是？素棉，妈，什么事儿？你把你的弟弟妹妹都给我叫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春眠不觉晓。素处你也得到。我问你吃了几个？半个。你呢？半个。哎，我吃1个，您看见了？没问你。你呢？半个。你？半个。这就奇怪了，那还应该剩2个呀。啊，傻老大，这怎么着了？这怎么就剩这么1个了呢？啊，你没偷吃的谁吃了？真是。吃个苹果是小事儿，
要是撒谎，可就是大事情。我们赵家绝不允许任何人说假话。谁要是撒谎让我给查出来，我就把他赶出这个家门，永远不许他回来。说，说呀！我吃的。哎，你个傻老大，刚才问你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为什么呀？啊？我问你为什么呀？反正我妈明天也生了，吃了就吃了。胡说！这是吃苹果的问题吗？这是思想品德问题。怎么办？你惩罚我就完了。嘿，你看嘴硬是不是？啊，反了你了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我不敢打你是不是？家法不严，你还怎么给弟弟妹妹做榜样？好不苦，但怎么不疼啊？两半截儿，你傻不傻？干嘛替素小承担啊？我看咱爸真生气了。素小她那么小，她要挨打可怎么办啊？傻呀你！爸能打素小吗？顶多骂两句就完了。真笨！小妹，你说刚才大姐做的对吗？不知道。真笨。